火车快飞，穿越屏东竹田，也开进时光隧道。1939年新建的竹田驿站是台湾仅存的18座木造火车站之一。柱子一端是木头，尾端连接水泥材质，防潮湿也防虫蚁侵蚀。跟着镜头弯下腰，探头看，半圆形的小洞暗藏玄机。因为我们这边怕潮湿，会有水汽，然后它那个可以通风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如果有小动物可以从那个地方爬来爬去的。老火车站功成身退，隔壁竹田驿园阳光洒落，格外惬意。有摄影纪念馆、图书馆，让老车站增添色彩。屏东六堆以客家族群为主，忠义祠是当地居民的信仰中心。敲响钟声，打从清康熙60年开始说起。朱一贵事件，六堆人士保家卫土，后人特别兴建忠义祠，表扬先烈们的忠勇精神。这个先贤先烈，那他们英勇，然后捐了身躯，然后我们就把他的英灵请来这边，感谢他们保乡卫土。宁静的屏东小乡镇，一股肉粽香飘散在巷弄里。飘香100年的粽子，由虾米和香葱负责提味儿，粽叶选用月桃叶才是美味关键，还曾经赢得客家第一粽的美名。呀，你也别过上故事，对，我哋客人都是安尼就用呀。一颗小肉粽打响屏东内埔的名号。周休2日，欢迎来造访，前往客家文化园区了解客家文化，或者参观酒厂品尝美酒。邮递区号里找不到六堆，它是隐藏在客家族群心中的桃花源。竹田驿站里木造的原始，弯道小巷中肉粽的香气，在屏东点滴酝酿。六堆的客家风情，让我遇见感动时刻。